你們往普天下去，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。信而受洗的，必要得救。呢幾句聖經嚟自馬爾谷福音，差不多係尾段。馬爾谷福音佢講緊，我哋要宣傳福音。不過翻去馬爾谷福音嘅嗰個年代，如果我哋宣傳福音，分分鐘我哋就要死。當時我哋有好多人，我哋嘅前輩為咗要宣傳呢個福音，拋頭顱灑熱血，就因為當時嘅福音唔係權貴佢哋鍾意聽嘅福音，而呢個福音信嘅人好可能都因為佢哋要堅持呢個福音，要受好多苦，甚至要犧牲自己嘅生命。喺教會一直以來都有好多我哋嘅前輩為咗宣傳福音，堅持呢個真理，佢哋受好多苦。淨係寫馬爾谷福音嘅馬爾谷，佢都係殉道而死嘅。我哋今年5月會有一位新嘅真福，前薩爾瓦多總主教羅美洛 Oscar Romero， 佢將會成為教會另一位真福。佢成為真福嘅原因就係佢宣傳福音嘅方式就係維持佢要建設公義，佢要為唔能夠發聲嘅人去發聲，為佢哋爭取最基本嘅權益。而最後佢係俾人暗殺嘅。講近啲，我哋中國教會，我哋有位前輩宮品梅樞機，佢曾經就係因為佢堅持呢一份真理，佢宣傳福音嘅方式就係佢甘願成為一個階下囚，要同其他嘅教友、其他嘅神父一齊被監禁。而當時嘅政權邀請佢做愛國會嘅主教，佢斷然拒絕。公樞機最後係被流放。而家嚟到我哋香港，正正就係大是大非嘅時候，我哋討論緊選舉嘅問題。我哋宣傳緊一個點樣嘅福音俾我哋香港嘅弟兄姊妹呢？